安尼坐咧的时，我发现天翻乌，云砍落来，哪像要落雨啊！过一下仔，风渐渐赢，经过无半点钟，已经在吹可怕的暴风。忽然间，海面看满白泡，海水灌到海岸，树仔连紧淹倒。这是一阵恐怖的大风。经过大概3点钟，风势渐渐细，搁过2点钟，风已经停，毋过开始落大雨。伫即个期间，我一直坐伫涂骹，心肝惊吓搁郁卒。落尾，我忽然想到，即阵风雨是对地动来的。地动已经过啊，我会当试搁转我的山洞啊。想到遮，我的精神做一个好起来。大雨嘛逼我紧转去，我倒爬入围墙，坐伫布棚内。毋过风大甲强尾拍倒布棚，我只好秘入去山洞。虽梦心惊搁不安，恐惊去互帮山地着。即场大雨逼我做一项新代志，也就是伫围墙骹开一个孔，若像水做的排水孔安尼放水流出去，免得淹入山洞。我伫山洞坐一困，发现无搁有地动啊，我才较镇定落来。即时为着鼓舞元气，这是我呾上需要的。我就行到库房，啉一小杯润酒内底行。这润酒我一直拢欠仔啉，因为我知影啉了就无啊。雨落规暝，第2天搁落尾规日，害我袂得出门。毋过我的头壳真清醒，我开始思考着安怎做较好。我的结论是，既然即个岛会地动，我袂使搁住山洞，我着考虑去开阔的所在起一间小寮仔，四面顾围墙围着，就若像伫遮安尼，好通保护家己免受野兽也是原住民的攻击。我若继续伫遮住落去，定着早晚会遭受外台。有即个想法了后，我决定要甲布棚搬走。布棚即阵拄好伫山壁的骹，若搁地动定着会互帮山地着。我开2天的时间，也就是4月19和20，计划住所要搬去倒位，要安怎搬？因为惊外台，互我规暝困袂安稳。毋过我嘛毋敢困伫无位无遮的外口。但是我搁试可能转看一下，看到物件拢安搭甲遐舒适，住的所在也贴够安全，互我足毋愿搬走。同时，我嘛想到去新厝着爱开济时间，我只好暂时冒险住遮，着等我去好新的营地，做好安全的保障，迄时我才搬过去。安尼决定了后，我的心安定一段时间。嘛决意要像早前安尼利用条仔和染素等等，紧紧搭建一堵圆形的墙，然后伫内面搭我的布棚，搭我先冒险住原位，一直等到新厝完成才徙位。即阵是4月21日。4月22日，第2天早起，我开始思考安怎实施我的决定。毋过我的家私互我真无法度。我有3支大斧头和济短斧头。阮早遮的短斧头是买和阿里卡人做交易用的，因为枪在用来破柴和臭大箍定柴，因拢已经去喙搁蹲啊。虽讲我有一个磨刀的砂轮，迄我无法度捻转来磨刀，为着要捻转砂轮，我下的苦心麦卡斯政治假思考国家大事，嘛麦卡司法官做生死的判决。落尾，我想出办法，用锁仔填一个链仔，顾骹踢链仔互转，安尼我就会当用双手来磨。注记：伫英国，我毋捌看过磨刀工具，嘛毋捌注意迄是安怎使用。虽讲迄伫英国是真普遍的物件。另外，我的砂轮大搁重，我足足开1礼拜的时间，才甲砂轮机变好势。4月28、29，即2天搭，我拢伫无用磨工具。
我迄个转动砂轮的机器效果真好。4月30，已经一段时间感觉食物剩无济啊，搭家做一个检查，决定爱减食，拼一天一地，这互我心情真沉重。5月初1，早起看向海，已经退楼，我看到一个哪桶仔的大物件伫沙坡，等我行我一个看，原来是一卡茶桶，阁有2、3块破损的残骸，这个拢是附近一个风太吹上花的。举目看迄只破船，我感觉伊比早前较浮出水面啊。我检查迄个映上花的茶桶，发现迄是火药桶，毋过伊已经入水，火药已经结做一块，灯敢若石头。毋过暂时我先加恁到华顶较悬的位，然后我行伫沙坡，尽量我破船，看还有啥物。